保羅成日講畫卦，今集就講畫卦有乜好？畫卦好在唔使做卜棋，馬上揾到師傅，咁又唔使錢喎，慳返一大筆，好過啦。第二，畫卦係嚟到有參與，閣下有份啊，並唔係坐喺處人講你聽，咁係咪好啊？咁有人話啦，畫卦我哋都唔識喎。嗱，畫卦係人人都識㗎，唔使人教。呢個並唔係假設，而係個事實。咁我保羅講落去，大家就會明㗎啦。易經話簡妙為止，易經又話上下無常。咁點簡妙法啊？畫卦又如何解答上下無常、咁無常等問題呢？嗱，易經話大易者意也，開始俾出咗答案啦。易經話呢個意就係人嘅心，亦都係神經個神，天神個神啊。咁有呢兩句說話掂晒，咁大家現在馬上摸下自己嘅心啊！有啊嘛，有心咪即係有神啦。而大易者意也，呢個意就係意義，有意思。咁呢三樣嘢，人只要想有就有噶啦。有咪可以通易、通天、問事咯。一如我喺《易經平天下》第二集嗰陣時提過，爻嘅排列在上在下係隨意嘅。你畫出一陽爻，又畫出一陰爻，稍後喺呢一陰陽爻當中再插入另一支爻，都係得㗎。嗱，太多爻與卦嘅知識，你越知道得越多，就係越違背咗我上文提過嘅簡妙為止。都話簡咯，簡就入妙㗎啦。風係咁，你唔要識；呢個火係咁嘅樣，你唔要知道。但係要識得陰陽爻嘅含義啊。易經一卦係由六爻組成嘅，而呢六爻唔係陰就係陽。所以陰與陽你係要識，咁要識佢啲乜嘢啊？要識陰係表示女人、弱小、月亮、水、黑色大地，甚至係馬媽媽，係孤寒，係一塊布做衫嗰啲布啊，甚至係聽話。陰爻就係咁嘅樣啦。而陽爻就係表示男人、大太陽、熱火、上司、皇帝。有熱有凍，天五爪金龍，而陽爻就係咁嘅樣啦。好，現在馬上實際操作。今日閣下買咗857中石油呢隻股票，想問得唔得，能否獲利？咁857中石油，石油係火喎，咁閣下咪先畫出一陽爻咯。而857石油股，石油係火。你畫出咗多支陽爻去表達佢，咁係冇必要㗎，唔啱㗎，唔使㗎。嗱，一支陽爻已經表達咗857呢隻股票㗎啦。咁影響油價嘅仲有其他能源喎，例如清潔能源、水力發電。咁呢個水就係陰，所以閣下又畫多咗一支陰爻。而呢支陰爻在上，抑或係剛才嗰支陽爻在下。係好講究嘅，咁我等陣會再講。世界好多戰爭，而正在戰爭、熱戰呢啲咁嘅國家又盛產石油喎，咁你又畫多一支陽爻去表達呢件事。咁到現時為止，你已經畫咗3支爻㗎啦。而呢3支爻嘅上下排次，保羅再講一次，係考究嘅，但係亦都係隨意。而呢個隨意就係各憑人自己嘅靈感。代表世界熱戰嘅呢支陽爻係重要，咁你咪安排佢喺代表857嗰支陽爻之上咯。清潔能源係好，但係水力發電未成氣候，佔比好低，係次要。咁你咪將呢支代表水力發電嘅陰爻放喺代表857嗰支陽爻之下咯，就變成咗咁嘅樣啦。買股票畫卦嘅你係個靚女仔，女仔就係陰爻，咁你咪多畫一支陰爻出嚟啦。甚至你認為代表自己呢支陰爻係最重要，咁你咪將佢插入喺857嗰支陽爻之上，喺世界熱戰嗰支陽爻之下咯。
都係得㗎，完全隨意。呢個就係靈感與自然之意與體驗。咁你冇乜錢嘅，但係求其之下都買咗100手，100幾萬。咁呢100幾萬點講都好，都係大。於是你又畫多一支羊爻出嚟啦。而且你認為代表資金嘅呢支羊爻都幾重要喎。咁你咪將佢插在857嗰支羊爻之上，而喺世界熱戰嘅羊爻與代表你自己嗰支陰爻之下，咁就變成咁嘅樣啦。閣下心血來潮抬頭一望，見到大嘅豔陽天，咁呢支就係陽爻。反之喺室內燈光陰暗，就係陰爻。咁睇你插在何處啦。如此這般，6支爻已經完成。有人話好似玩咁喎，但係各位有冇留意到喺玩嘅過程當中係有規範，而陰陽爻點擺係極考究。呢個考究存在於係你嘅隨意，也就是靈感，也就是大自然。咁有人話啦，我都買咗857，但我唔會好似你咁畫卦咯，我有我自己嘅辦法。咁梗係好啦，冇所謂㗎。同樣一個價錢去買咗857，你賺佢蝕，你蝕佢賺，一啲都唔出奇。問題係你點畫卦都好，最終都係用陰陽爻表示。咁閣下有冇留意到簡單得嚟有天意，而陰爻陽爻點樣插喺邊處，得出唔同嘅卦，也就是各安天命啦。呢個就係以簡妙去應對無常，咁就認真老子，非常哲學啦。各位，保羅喺易經平天下已經講咗12支卦，12支卦佔易經64卦的1/5，係啱時候講畫卦。咁將來喺適當時候，我會再提再講。易經喺古代佔人們生活中重要位置。易經講盡咗一個人嘅自身以及自身以外萬事萬物萬象，成為人嘅生活重要參考。呢個參考當然包括咗預言成分以及先知先覺嗰部分。你先知點講都好，係俾事情發生咗2日之後，你先至知道，好10倍啦。咁始終有人認為，點解唔用竹籤占卜冇錯，竹籤係代表咗天地日月4時12時辰24節氣。一如我喺易經平天下嘅坤卦上集講過，竹籤在閣下嘅手上面運算，咁係等同於你係將天地日月4時12時辰24節氣放咗喺心胸之間，而且有喺度運算演算喎。只不過呢個演算呢個方法，畢竟係個設計，有設計就不如冇設計咯。不如任憑各人自己嘅靈感與大自然啦。而且設計係個機括，一講機括呢個括字就係個限制咗人嘅活潑生機與靈動咁有乜好死咗嘅牛叫死牛，唯有死牛嘅頸項先至會側埋一邊，唔識轉。咁大家不如試下新嘢，我手寫出屬於自己嘅靈感。各位，一畫卦之時，一如我剛才為857畫卦，真係上天落地下海，左思加上右想。人畫卦之時，便是一次腦筋嘅體操，心的運動，甚至係靈魂嘅洗禮令到人精靈許多㗎。咁梗係好過只係坐喺處，只係接受。畫卦嘅好處咁多，咁大家準備開始畫卦啦。咁今集完啦，再見，請。